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哇，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平安。让我们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我们要准备要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了。天气冷了好几天，终于今天出太阳了。虽然还是很冷，但是感谢上帝让我们有太阳，让我们有得到一点点的温暖。让我们在敬拜开始以前，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哈利路亚，主，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是天父，我们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只看见你，没有看见其他的事物。没有看见这礼拜的繁忙，没有看见这礼拜我们所做的工作，或是学校的考试，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烦恼，全部交托在你面前，全部卸下给你。是的，主，你已经为我们担当这一切的愁苦，而且你用喜乐来取代掉这些的烦恼。我们安静在你面前，因为圣灵，我们渴慕你；因为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是吧？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就坐在那荣耀的宝座上；当我们开口出声音的时候，你荣耀的宝座就降临在此地。专心仰望，我们专心仰望在你身上。我们就在今天，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你。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忧虑全部抛开，我们就喜乐来敬拜你，是吧？因为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是吧？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山寨，而且上帝，你永远是信实的。Amen。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祷告。一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告诉隔壁人说：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水边，它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有高我的头，
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你告诉你隔壁的人，你跟他宣告说：我要住在上帝的殿中，我要住在上帝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你再告诉他，我准备好要跳舞。好，我们一起用舞蹈来赞美神，一起唱嘿嘿哟。完了，那我们准备要尽全力来赞美我们的神了吗？好，我们要更热情来敬拜他，一起来跳舞，嘿嘿哟，嘿嘿哟，嘿嘿哟，主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时时都安慰我，嘿嘿哟，嘿嘿哟，有慈爱跟随我。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主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 ，Amen 吗？ 一起来拍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救恩是我盼望，我的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
胜君王。好，我们将我们掌声献给我们的主。上帝配得我们更大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进入到圣灵当中，用这首诗歌来向他歌唱。是的，我们唯一渴慕就是在他殿中。我唯一所求，主带领我进入荣耀，你国度降临，主的恩膏已浇灌我心。我渴慕进入你同在，恩典永留，这是我心所等候，献上自己，降服于你。献上。我唯一所求，更深认识我的天父，你充满我灵，亲爱神灵，我完全属于你。我渴慕进入你同在，恩典永留，这是我心所等候，献上自己，降服。我们一起举手来敬拜他。救主圣灵充满洗净我，触摸我心，这是我心所等候，献上自己，降服于你，我献上我所有。大声来向主歌唱。主带我进入更深的同在，我放下我所有，堂门打开，我紧紧跟随，我献上我所有，主带我进入更深的同在，我放下我所有，天堂门打开，我紧紧跟随耶稣，耶稣。天堂门打开，我紧紧跟随耶稣，耶稣。天堂门打开，我紧紧跟随，我渴慕进入你同在，恩典永留，这是我心所等候，更深来渴慕他。献上自己，降服于你，救
耀就在我们当中。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带着极大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复活，阿门。他带下那极大的能力在我们当中。神他应许信他的子民因信而要称义，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他们，阿门。因此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信心不是从自己出来的，我们信心乃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我们就看见神他如何创造这宇宙，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与你同在，如何看见神迹，我们也要如此来举起我们的手，来为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这整个世界疫情，我们要举手来求我们的神，求他再一次来饶恕赦免我们世人悖逆的罪。我们因着悔改认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卑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就必垂听，阿们吗？他就要医治这地。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好不好？我们真是为这个土地，为世界，我们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对你存着盼望。主啊，在这个时代，主啊，在过去1年到如今，主，我们看见疫情是如此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赦免我们世人的罪。主啊，因为我们不信，我们甚至在许许多多的罪恶上面，主，我们真是站在那恶人的道路。因此，主，我们说我们要悔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赦免饶恕我们。我们要再次的为疫情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用你的灵，主，你要除去这瘟疫。主啊，你让这瘟疫不在我们当中。主啊，也不在这个地上面。主，求你来救拔这些特别是疫情严重的国家。主啊，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家人死于疫情。主耶稣，求你来看。主啊，真的是挪去他们的悲伤，也求主来帮助，让各个国家所研发的疫苗有效的疫苗，神你赐下智慧在这当中。主啊，让我们在这世界真是有爱有和平。主啊，让我们合一，让我们回心转意归向耶稣基督。主啊，当那末世来到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要用神所喜悦的心成为你的心腹。谢谢主。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也要来为我们永光教会病痛的弟兄姐妹，就你所知道的人，我们真是跟他们同样在他们的难处当中，我们也为他们摆上祈求。你的祷告神必听见，当你的祷告神成就的时候，在你身上所需所求，神也必要应许，因为他是应许的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阿们吗？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让我们来为我们教会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来呼求。1、2、3，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我们真是将我们教会里边我们的淑梅姐交在你手中。主，你要大大的来医治，再一次让她经历神的同在。主啊，你爱她，主，我们也为前途来祷告。主啊，你在你前途同在，主啊，让她在这个过程里面，主，你真是加添她力量。主啊，你要
献上感恩在你的面前。谢谢主恩宠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引领我们每一位。主啊，智慧在于你，力量也在于你，复活也在于你。因此主，我们敬虔的将我们的赞美都献给主，成为活祭。主你喜悦，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我们将我们热情的掌声归给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记载在马拉太书第5章1到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你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我们圣经攻读到这里，愿读听神话语的人都得着益处。这个时候，我们请本堂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讲道，他的讯息是认知真理，超越界限。请周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天依然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主。你觉得寒冷吗？能不能？到这里就火热起来了，对不对？牧师觉得我今天穿的太多了，但是要下楼的时候觉得真的是有冷哈，所以穿着大衣出来也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年纪了哈，但是感谢主啊，神那火热的心，那福音的大能总是在心里这样燃烧着，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这是最美的时刻。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礼拜这个时刻就是一个最神圣的时刻，是充满荣耀的时刻，是有神真实的同在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刻，阿们。所以每次来到这里，我们总是巴望能够在这里重新得力，对不对？礼拜天就是让我们可以休息在神的护庇当中，让我们从他的话语来重新厘清我们在生命的方向、目的跟意义，以至于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再重新出发，就更带着能力、信心，更有意义的在活出每一时每一刻。阿们。感谢主这时候邀请大家我们起立，一起来对神的话语充满信心来宣告。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天要借着加拉太书5章1到6节，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认知真理，跨越界限。真理是必须要去不断的去体会、去认识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天就完全认识神的话语，明白神话语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一时每一刻在重新咀嚼的时候，会跟我们的情境有所连结，阿们。所以真理是要活在我们当下的。当我们有过去的经历的时候，不表示我们面对的现在我们有办法能够逾越过，但是我们重新再看神的话语教导，
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的时候，我相信今天你必然可以重新得力。阿们。你可以更知道，你可以紧抓住神的祝福，这是你我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所应该要不断经历的一件事实。好，我们看我们的教会在这里，如果说以整个教会历史来看，我们好像比以利沙还小，因为在2000年来的整个教会的走向，我们看见教会就是圣灵在人类历史中对神奇妙的作为神迹的一个铁证。阿们。从教会整个历史，如果我们看过去的2000多年前，从哪里开始？从使徒行传开始，让我们看见耶稣应许门徒，当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必叫他们大能力，并且让他们突破过去的界限，能够领受福音的大能，来宣告神的日子。神的日子到了，而这样的一个宣告，就建立了教会。在教会整个初代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最美的事实，就是神的大能借着这些使徒传扬的时候，那能力彰显出来，就在他们的当中有神迹奇事不断的被复制出来。所以当时候一天有2000、3000人来归向基督的名下受洗，来承认他就是基督的门徒。哇，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是我们现在每间教会所渴望在重复制的一个事实。而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就是这么一帆风顺吗？没有。整个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整个虽然历尽的沧桑，筚路蓝缕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有很多借着汗跟血来证明他们心里所信的这位神是信实可靠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挑战，甚至要摆上性命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教会在越艰难的时候，越可以接近神，并且更有能力来活出那基督的大能大力。所以这是教会能够存在到如今一件的事实。当世界越安逸的时候，人们越安逸的时候，好像教会的那种功能就不是很明显的被显露出来。然而我们在整个历史里面，我们却看见了这是有征战的，这征战是属于属灵的征战。阿们。基督徒你我，你要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整个的所有的一切的需求里面，都会有征战。而最大的征战，绝对不是你在物质的渴望里面，不是你在工作、家庭、你的关系等等的，而是最大的征战背后里面，我们所要认知的，那是一个恶者对他所敌对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所设下的各样的陷阱跟诱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对，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可以得胜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得胜呢？因为我们所依靠的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信靠他的人必然是可以得胜的。阿们。你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得胜的。来，对，你要确信，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那你是必然一个是得胜的，因为主应许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来了解。所以求神给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日日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把旧我能够斩断，能够去除，而是换来的是新的我。而这新的我，就是从神的话语给予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浇灌更新，
让我们天天活出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日子。愿你日日更新，时时得力。跟隔壁祝好不好？来，愿你日日更新，时时得力。阿们。这是你我所需要的。我们透过这段经文，牧师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来拓展真理的视野。这对我们基督徒有何等的重要呢？保罗在第1节就告诉我们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他这里不是说你还没信哦，是说你已经得了成为基督徒的，基督已经释放了你我，叫我们是可以自由的。然而他说，有的人还是会软弱，甚至是跌倒，所以他提醒我们要站立得稳，并且怎么样，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什么叫做奴仆的恶所辖制呢？这是你我要思考的咯。好，因为在加拉太教会当中，这些加拉太的信徒有很多不是犹太人，然而他们皈依在基督的门下以后，就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他们是守着犹太主义的这些假师傅，在教会当中来煽动这一些非犹太人，说你们已经皈依基督啊，其实更重要的，你们要行割礼，因为你们行割礼就是遵守了、完全了神的律法，而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因为行割礼是得救必要的条件。如果以这犹太主义的犹太人这样子来定义得救的话，那我问在座的男生，你有行过割礼的举手一下。没有，所以你们都不是得救的人了。OK， 有的人不晓得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啊，等一下再说好了。保罗就指责这一些假的师傅，这些犹太人专门谨守犹太主义的这一些假师傅，说他们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哦。意思就是说，保罗说你们是守律法的，但是你们为什么只强调要行割礼呢？你们认为行割礼就是完全行了律法吗？哇，这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在世的时候，面对这些他称为假冒为善的犹太人，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犹太人啊，你把人们不能担起的恶放在人们的肩头上，但是你们一根指头都不会愿意动。你们叫人家要怎么样？要守律法，要守这一些食物洁净的，与外邦人要分别为圣。但是圣经不是教导你们要孝敬父母吗？但是你们却教导别人说不用什么孝敬，孝敬简单，就是让父母吃得饱就 OK 了。他们只是给父母温饱，那就叫孝敬吗？耶稣很严厉的在指责这些所谓假冒为善的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哇，这一些就是谨守犹太主义的犹太人啊。今天保罗依然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情况来指责这一些人，他们按着他们自己的喜好来教导，说你们要行割礼啊。如果这些犹太主义的犹太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一竿子都被打垮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眼中是得救的基督徒，特别是男生。所以这样子的话，保罗就很清楚告诉这一些的门徒说，得救与称义的途径不是靠着守律法，不是行割礼，乃是因为怎么样？借着神的恩典以及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赎，这才是一个得救称义的一个路径。很清楚可以让我们来了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对一些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跟那一些刚刚来教会的，他还没受洗的，或者你传福音的时候，会跟说，耶稣爱你哦，对不对？哦，耶稣爱你哦，我也很爱你哦。我们怎么会跟这些还没信的人说耶稣爱他呢？难道他们都已经得救了吗？所以耶稣才爱他吗？为什么？其实在我们传这福音的当中，已经表明了耶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了，对不对？不是你要来受洗，要来成为基督徒，耶稣才爱你哦。这表明了一件非常重要，出于恩典，耶稣的救赎早就为你我预备，所以耶稣爱你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不是你应该做了什么，耶稣才爱你；不是你应该行了什么、守了什么，你才能够得救。不，这全然是神的主权在这其中。你跟隔壁说，耶稣爱你。对，当你听到别人说耶稣爱你的时候，你不要自责说我都没有11奉献，我都没有参加小组，所以耶稣不晓得真的爱我没有。耶稣爱你吗？耶稣绝对爱你。你敬拜神，你遵行他的话，是因为你体验到了耶稣对你的爱。你知道耶稣爱你，他乐意把他生命他最美好的给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应该借着这样子的感动领受，你回应神的爱，你才会做出这一切的行动。阿们。这是理所当然的。好，然后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来更多的认识，其实在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还是布满了很多的传统的意识，也是有个人的喜好在里面。所以你说传统好不好？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传统，对不对？你觉得传统好吗？回答不出来，对不对？又说好，又有所不好，对不对？好，你说流行好吗？可见我们答不出来，就知道说不是好跟不好的问题，对不对？而乃在于那个意义跟目的有没有达到。比如说，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要天天读圣经，我们要天天祷告，好不好？这是生活基督徒必然的生活的习惯。既然是习惯了，就会成为一个传统，而帮助我们天天有神的话语，天天与神连结。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天天敬拜神，但是你是习惯性的，一天就是要读一段的圣经，一章的圣经，就读过就带过，都没有思考。你所读的，你眼睛所看的就是白纸黑字，那就把它当作故事书，就这样读过。那你读了，我要问就是说，意义产生了没有？目的达到了没有？这传统很好，天天祷告很好，但是问题你的意义有没有产生？目的有没有达到？那才是重要，对不对？如果你一天读10章，但是读完10章，你一点概念都没有，一点对神的话，今天对你的指教是什么，你都没有去思考，也找不到，那我宁可要你读1节就好。你读10章，你可能要用半个小时读，那好不好？你用半个小时来思考一句话，神的话一句话就好，一句话就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不好？你就用半个小时来思考，什么叫耶和华？什么是我的？什么是牧者？什么是缺乏？什么是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是我的什么？对不对？你宁可用半个小时，好好的把这一句话思考，然后把它化为你跟神关系的连结，然后你宣告：耶和华是我的，耶和华是我的，耶和华是我的，是我跟他的关系的。那比你用半个小时
读10章的经节还有意义，对不对？对，那就是传统跟意义的问题咯。所以在信仰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所谓浸泡，就是要不断的反复思考，不断的反复思考，让神的话语成为你心中的亮光，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成为你生活的见证。那才是跟这个信仰跟生活有做100%的连接。这重不重要？这绝对是重要的，绝对是重要的。所以信仰不能固步自封，不能谨守说，哎，我们长老教会的传统就是什么，以传统胜过真理，那是不对的。但我们也不能随波逐流，现在在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什么。不，如果我们把真理放一边，那流行就不是真理了，就不是神的心意在这其中。所以这是你我在信仰上不断要反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了，从恩典中坠落了。对，当我们想靠着自己的行为，想靠着律法守律法来称义的话，那是我们自己弃绝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就在恩典中来坠落了。不是神的恩典没有功效，而乃是你离弃了基督，不在基督里面，就没有基督的恩典。阿们。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摩太后书1章9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救了我们，呼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有什么好行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按着他的旨意跟恩典。他说这恩典在什么成就？什么时候成就的？在万古以先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以让我们思考说，那神什么时候将救赎的恩典给我们？是你来到教会，你承认了这个信仰，说主啊，我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我守了圣餐了，所以我才得到这恩典吗？不，如果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神给你这恩典救赎你，是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甚至是你我还没出生，对不对？是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命定的，就已经命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很清楚的明白，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享受那真正自由的喜乐。如果离了耶稣，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他，我们就还是依然被罪恶和黑暗所管辖着。离了他，我们就什么也不是。这是基督徒你我要相信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从这里来看，如果我们更认识这真理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要不断的跨越那信仰的界限，或称为跨越信仰的框框。我们都有框框，对不对？好，你的信念、你的思想都有一些的框框。好，有的人如果超越这个框框，他就觉得那不是他的。好，或者甚至说，你有一个红线，对不对？有人踩到你的红线，你就会心里不舒服，你就会把那旧的脾气拉出来，等等的。对，我们都有一些的框架。然而在信仰里面，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我们信主越久的人，可能越有一些的框架需要对付的咯，所以要拆毁的，这是你我应该要提醒的。所以我们来说割礼，为什么这些犹太人，特别是
很崇尚犹太主义的，很强调这割礼呢？他们觉得守割礼是必要得救的一个条件呢？原来割礼是从旧约的亚伯拉罕开始，神要亚伯拉罕来行割礼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对付亚伯拉罕的肉体跟他的情欲。怎么说呢？亚伯拉罕知道神应许他，他的后代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细沙这么多，对不对？神应许亚伯拉罕知道了，但是亚伯拉罕想说：主啊，你应许我的后代子孙这么多，1年、2年、3年、4年、5年都过了，怎么我太太连蟑螂也生不出来？那我的后裔在哪里？他就想到，我的妻子撒拉不能生孩子，那没关系呀，他的子女夏甲我可以娶她。哇，他就娶了夏甲，对不对？真的厉害耶！夏甲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叫什么？以实玛利。哇，他就那个亚伯拉罕就在神的面前说：神啊，谢谢你啊！你看，我就想说撒拉没办法，不能生育。神，你给撒拉的仆女夏甲一定可以的。你看，这就是你所应许给我的。神说：拍谁？不是的。神说：拍谁？不是的。夏甲不是我应许的，以实玛利也不是我所应许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在这时候要亚伯拉罕对付他的肉体，要他行割礼，与神立约。所以在旧约行割礼是神与神立约。怎么立约？就是说我借着行割礼，求神保守我，让我能够对付我的肉体和情欲的欲望，能够斩断它。那所以呢，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看见以色列犹太人的，特别是男丁出生的时候8天就要行割礼。行割礼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说的割包皮，了解吗？男生要有行割礼出生的8天。其实在现代的医学来看，那是一个很好的洁净的工作。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了。然而这些犹太主义的人，他们就紧抓住，以为行割礼就是必要得救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看保罗非常清楚，这肉体的割礼在旧约是为了对付肉体跟情欲，但是却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来完全胜过情欲啊。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有属灵的割礼。这属灵的割礼，保罗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把我的肉体跟我的情欲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要行属灵的割礼。而如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在信的人当中，我们不断的传扬这一件属灵的割礼。所以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腓立比书3章3节，保罗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真正的行割礼不是肉体的割礼，而乃是圣灵的割礼，就是透过我们怎么样用神的灵来敬拜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靠着他来行割礼，就是把我们肉体跟我们的情欲一切的都与他同定十字架，对付他，就是借着十字架来对付这一切，我们才能够夸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在犹太守律法的人的眼中，现在的我们所有的男丁都没有守律法，就是没有行割礼，没有得救的条件。然而在基督里，我们相信我们都是行割礼过的人。阿们。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靠着十字架的权柄，我们胜过一切恶者的权势，
与我们呼求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靠他夸胜。阿门。这就是你我清楚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小时候出生第8天就行过割礼，然而如今他说不，那是肉体的割礼，我属灵的割礼就是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他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今天活着是为他而活。阿门。这是你我基督徒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项。当我们深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力量。阿门。所以真的信仰是在哪里？是在我们天天的反省以及不断的归正当中，我们才能够渐渐的成熟的。我们一起来说这一句话来：真信仰是在反省与归正中成熟。对，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现在已经对圣经了若指掌了。不，你认识圣经，不表示你支取圣经的能力，不表示你可以活出圣经的真理来。你要更谦卑说：主啊，我要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更深体会你的爱，更深活出你复活的能力。这是我在生活当中，不管在家庭、在工作的合场、在独处里面，我们总是要如此的宣告。阿们。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看见。最后保罗怎么说呢？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阿们。对，所以肉体的割礼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乃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真的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此的话，我们就要说了，宗教的行为不表示一切咯。所有的宗教的行为，如果没有真的有信心，活出爱心来，那没有属灵的价值。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敬拜，在宗教学来看，我们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不管是外面这些其他的宗教有这样一个巡礼，宗教的巡礼，对不对？有什么的一个庆典活动，那都是宗教行为。然而在其中所要看见分辨的是什么？你对这位神是不是确切的相信？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的全能？你是不是因着知道基督的爱已经可以除去你一切的污秽，让你在生命里面不是靠自己，不是靠积功德，不是做什么好事，乃是唯有单单知道他爱你，他爱你，以至于你领受他的爱，也愿意分享他的爱，在你生活的当中的时候，你才会被人看见你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那才有真正属灵的价值。而这价值，牧师上次所说的是积赚财宝在哪里？在天上的。阿们。这是你我需要来了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撒旦魔鬼的伎俩是什么。大概有2个大方向。第一个，撒旦会迷惑基督徒，让我们对信仰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迷迷糊糊的来信。问你是不是基督徒？说对啊，我是基督徒啊。你有去礼拜吗？3不5时啊，3不5时就是复活节嘛，有复活蛋，对不对？圣诞节有圣诞蛋糕那是然后我朋友结婚的时候会到教会去，我就去教会。有这样的基督徒有没有？有3个月来一次，1个月来一次，这样的信仰真的能够帮助你，能够成为一个信仰的保护体，能够保护你吗？
这个值得我们思考。所以，当我们对这份信仰不只是听，而且要活得出来、说得出来，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另外，撒旦也会用辖制的方式哦，你这样的人可以配称为基督徒哦，你把教会当作什么啊？神是非常圣洁的呢，你这样的人去教会你会污蔑了那个教会圣洁的名声啊，你不配呀，有没有这样的声音？会有这样的声音哦，哇，你去教会，人家又不理你，牧师也不跟你握手，对不对？牧师看到你都甩过去，你这样的，你去教会有什么意义？人家都不甩你，有没有这样的声音？会有这样的声音啊，这是从撒旦而来的教会有多好？你看他们里面还不是这样子的，乱七八糟的，有没有？这都是用撒旦的眼光在对你说话，这都是撒旦的语言在对你咬耳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不是带着恐惧战兢的，不是看到教会可能有一些不是你觉得很 OK 的，你就放弃了教会。不，有人的地方一定有人的问题，然而主都包容我们，主都接纳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接纳别人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吗？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来是单单的仰望他，唯有他配得我们一生的学习，唯有他指引的道路才真是光明的道路。若不然的话，我们靠着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总是会跌倒，会失败，会放弃。这是你我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注意的，这绝对是撒旦的伎俩，绝对是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要跨越信仰的一些框架，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日日的更新，我们才能够不断日日更新。在希腊神话里面有即墨岛这一则故事这则故事就是说即墨岛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航线。如果呢有一些船只在夜间经过即墨岛的时候早上起来所有的船员就不见了，只剩下的空空的那一艘船就在海上漂流的。有的人就不信邪就想说我们去探险看看哇，有的人就这样的，有的人是不得已，这个航行到这里就必须要经过这一条线，那我们就凭信心吧，我们试看看，我们都这么强壮，对不对？哇，一到夜间的时候，哇，这些船员就会很注意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昨天晚上7点多有地震，你们知道吗？知道哇，对，我们住在14楼，好像在船上摇摇晃晃的感觉哇，这些船员知道要经过即墨岛了，就很注意看有什么样的事情。没什么事情有听来一个很美妙的女生在唱歌哇，这么的美妙的声音，哇，这一是大美女，对不对？怎么声音这么好听？到底在哪里？大家在一直找，在哪里呀？在哪里？好像在水里面呢。他们就注意看，不由自主的就怎么样？跳下去了。每一个人就不由自主的跳下去，不由自主的一直在寻找，越往下越寻找那美妙的声音在哪里？原来那是妖精的声音诱惑他们。然后呢，隔天这一艘船就是怎么样？空无一人，漂流在海上。哇，有一次有一艘船竟然可以平安度过。在隔天，这一件消息就传遍了所有这些
船员的耳边哦，他们就很好奇来找，到底是哪一件事情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大有能力的那个的秘诀在哪里呢？哇，大家来问船长，船长说是对啊，那天晚上我们战战兢兢要过，其实是不得已的。但是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叫所有的船员大声的唱歌啊，大家一起来唱船歌哦，大声的唱哦，哇！所以那个声音啊，大过那美妙的声音。所以呢，大家就怎么样平安的来度过了那一个晚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会听到一些美妙的歌声，他们说：“来吧，过来，过来，过来，这件事情啊，没关系的，好，没有人知道，好，你基督徒没关系，别的基督徒都在做啊，对不对？哈，这件事情没关系，上帝会知道啊，这小事上帝不在意的，做一些弊哪有关系？上帝不会那么严格吧，对不对？我只是想多几分而已啊，就做一下弊哪有关系？没关系啊，全班的人都在做啊，啊，你没有比较圣洁嘛，对不对？常会有这样的声音哦。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怎么样可以胜过？我们可以学习这些船员，我们勇敢的唱出，我们勇敢的唱出得救之歌，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可以胜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每一天都会面对挑战，二者最容易咬我们的耳根，教我们这个可以，那个可以，别人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都可以的，不。然而神告诉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吧，记得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章16到17节。愿神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谨守神的话语而行，乃在于我们知道他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而这能力是需要我们咀嚼，不断的去反复思考，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然而你还陷落在一些的罪恶当中，甚至你还在痛苦不安里面，你应该求神帮助你，因为基督既然是得胜的，胜过死亡的权势的基督，复活大有能力的基督，怎么不可以靠他来胜过这一切呢？一定是可以的，只是在你要紧抓住他的同时，会有撒旦的声音对你说：过来吧，再做一次吧，再来一次没关系的，这大家都在做。不，如果你知道你要领受神的祝福恩典，你要更有信心来活在一个真正的自由平安里面，那你应该要不断宣告：我是属上帝的，这世界对我来看是死的，这世界肉体的情欲、欲望，这些的骄傲，对我来看都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我现在活着是活在基督耶稣里面。当我们有这样宣告的时候，我相信神的能力就护庇你，可以每一次都可以得胜有余。阿们。这时候牧师要邀请大家，请大家起立，我们要来做所谓 RPG 的一个复兴祷告小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就是我们3个人，同性别的哦，或者家人，3个人为一组，我们彼此来祷告祝福。好，那怎么祷告祝福呢？你就是3个人，1个人先开口说：怎么谁先为2个人祷告，然后第2个人再为其他2个人祷告。你为他祷告什么？今天我们就一个目的，为他的信仰能够每一天成长进步，
来祷告，为他的信仰可以成为他家庭的祝福他的生命的祝福来祷告，好不好？让他的信仰是越来越真的，越来越纯洁的，这是我们可以彼此祝福的。阿们，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找3个人为一组哦。牧师给我们1个人祷告就1分钟就好，为2个人祷告1分钟，我们3分钟就要结束。好，这时候就为他的信仰来祝福，为他的信仰来祝福，好不好？好，我们可以就围起来哦，3个人为一组，或者是家人3个人，或者是夫妻2个人也可以，或者是3个人，我们尽量是同性同性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来，不要太多人哦，我们要彼此的提名祝福祷告，所以不要太多人哦，太多人祷告轮流不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开口为2个人来祷告。好了，好，我们赶快开始来祷告，我们彼此来祝福，为他的信仰能够坚定祷告，为他跟神的关系更棒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如果我们祷告好，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祷告结束了，我们就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见你的容颜，进入你的同在，荣耀彰显，尽心吐意在你施恩座前，卸下重担全心，紧紧跟随，心中渴望朝见你的容颜。彰显，尽心吐意在你施恩座前，卸下重担全心，紧紧跟随。感谢你垂听我的呼求，感谢你赦罪恩典永留。永远坚定，衷心的力，活出美好旨意。心中渴望朝见你的容颜，进入你的同在，荣耀彰显，尽心吐意在你施恩座前，卸下重担全心，紧紧跟随。感谢你垂听
永远坚定，重新得力，活出美好旨意。跟随，跟随，永不后悔。相信，相信，信心加倍。跟随，跟随，永不停息。宣告，宣告，福杯满溢。跟随，跟随，永不后悔。相信，相信，信心加倍。跟随，跟随，永不停息。宣告，宣告，福杯满溢。感谢你垂听我的呼求，感谢你赦罪恩典永留，感谢你允许永远坚定，重新得力，活出美好旨意。感谢你允许永远坚定，重新得力，活出美好旨意。我们把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 ，Amen。你跟隔壁说，我们一起在信仰上一起奔跑，来，我们在信仰上一起奔跑。阿门，阿门，请坐，请坐。英文的 RPG 哈，就是 Revival Prayer Group 哈，就是复兴祷告小组哈，这是我们的简称让我们能够知道了哈。OK。奉献，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得力，到达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遇到主，世人作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得力，到达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兄姐，请坐。是
事工报告，请牧师。弟兄姐妹，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断的增进，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你对于你的信仰的生活一定要有更上一层的一个计划，让神大大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呢，礼拜之后在1点半，我们主日服事人员要训练。那这些的服事人员呢，可能要自行来用餐呢，按照周报上面的时间呢来到这里。那你如果呢有被安排到服事，牧师呢提醒你，你一定要来参与在这个服事的训练上面。我们没有训练就没有服事，好，所以呢，我们能够把服事神，把敬拜各方面呢都能够做到最好的我们尽心尽力在这个当中。另外呢，我们1月24号、1月23、24呢，是我们永光教会呢，跟高雄福气教会的同工的一个教练的一个幸福小组的交流，所以他们1月23号就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们将近有80位的同工都已经报名了，那他们派他们的教练来，那2个人带一组。我们就会分组，那他们呢就会这样子来教练我们。那隔天呢是我们的设定的福音主日只有1堂的礼拜，有音乐会以及福气教会的他们的同工要来见证，所以呢我们也把这美好的时间能够播出来。另外呢我们2月份的受洗的时间是在2月第1主日。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或者是 base 的朋友呢，我们都能够很大方的把我们的受洗单递给他，邀请他来受洗，这是一个属天的福分。另外，我们祷告殿这一次我们点召的是哪一个小组？玉珍小组有没有在这里举手一下？好，玉珍小组在这里哈。好，不只是他们祷告了哈，我们大家呢一起一样的来到祷告殿来守望。特别呢，在最近一段期间呢，在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家庭，都很需要我们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因为呢，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仇敌就攻击，所以呢，我们祷告能够坚固起来，我们就站在那磐石之上。阿们。好，接着，下个礼拜呢要召开小会。那另外下个礼拜天呢是我们影音人员的训练，我们看到音控室，那还有我们的投影人员，这些都是专业的训练，所以呢，请我们同工呢也来参加。那另外呢，1月24号，哇，很棒的哈，这些的学生们他们要领钱了，要颁发信仰奖励金。我们过去呢叫做奖学金，我们从今年开始改为信仰奖励金。有什么不一样呢？过去叫做奖学金，就是鼓励你很会读书，好，然后呢都要拿优以上，总平均呢要85以上，什么都要优。那孩子们通通跑去补习了，就不用来教会。哇，所以呢，后来我们用长久的时间在讨论，到底教会用的奖学金的意义，你是鼓励他在信仰上面茁壮，还是说只有看到知识，没有看到智慧？所以我们重新调整了之后，只要他在神的信仰上面坚定，他认识神、敬畏神、懂得孝敬父母亲，他的功课他自然就会管理他自己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要回归到原点，就是神要我们先敬畏他。所以呢，我们把信仰奖励金呢就分成了多项，在这其中奖学金就是在信仰奖励金的一项。那另外呢，还有他们读经比QT 平常的 QT， 刚刚牧师也有提到，我们平常就要有灵修的习惯，平常要有读圣经、祷告的习惯。这个都是在建造我们有一个丰盛的一个成本啦哈，你自己要有那样的一个资本。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从小从儿童牧区呢就开始来鼓励他们看重信仰，父母亲也看重信仰，这是一个关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建立。从小就开始，还是从大学开始？从小开始。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颁的信仰奖励金哈，所以1月24号。得奖的人非常的多哈，
那得奖的人一定要亲自来领取这个信仰奖励金哈。好，再来。好，我们呢教会有5团，那我们的5团呢都固定有一个寒训，所以呢，你如果有是我们5团的团员的，请你在1月26、28我们要来寒训。那我们还有选了一些的储备团员，所以呢你们也要来报名哈。好，所以呢都要出于自己主动，然后乐意来透过舞蹈来赞美神的。那我们就照这个时间来参加。接下来1月31号，31号之前呢，我们的教会有大扫除。教会要不要大扫除？要。我们现在教会呢，堆了很多东西，已经没有空间了，可能还要再买1间来堆东西。当然不是了哈。所以我们1年呢都会有1次的大扫除。那谁来扫呢？干事来扫，跟牧师来扫当然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扫，因为这是我们的家。所以呢，我们有分配了牧区。那我们今年的总务部长是我们的青林长老。青林长老有在吗？好，这一位你们认识吗？很像金城武的那一位。好，青林长老哈。那他这次担任总务部部长这1年，所以呢，我们在整个整洁上面呢，我们牧区的同工呢，组长或区长你们负责之后呢，那要请我们的青林部长了啦，他来点收一下，然后来查看一下。那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柜子、鞋柜或者是那个铁柜里边都放了很多我们小组的东西，包括你个人的鞋子、你个人的物品。我是没有看到黄金啦哈。但是呢，就是很多你们家里面的东西也搬来了，这些通通带回去好不好？教会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在放置个人的东西。那我们的副堂呢，我们参加副堂，在副堂聚会的时候，我们副堂的那个地板是木板，所以我们要脱鞋，对不对？我们要脱鞋，因为我们呢穿鞋子或穿高跟鞋，我们现在那个木板有一些会踩了就会有很多的线条。那因为我们的小孩子都在木板上面爬来爬去，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护那个干净，所以我们是脱鞋进去的。那因为脱鞋呢，所以我们就有人都带了自己的室内拖来教会放着。好，那牧师呢建议你，如果要穿你自己个人的室内拖，你就来聚会的时候带着，然后呢回去的就带回去，不要放在那边。所以我们的小组，你们自己有存放的东西，我们也要重新整理，我们要重新整理，这样才不会有老鼠，蟑螂这些。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安排好，然后每一个小组我们彻底的来大扫除，让我们的教会呢能够焕然一新。好 ，OK。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家庭礼拜是在卢静怡姐妹他们的家庭。那牧师呢特别要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来表达谢意，就是我们卢前一弟兄昨天的告别式一切都很顺利。那在过去长时间以来，我们卢弟兄都坐在哪里？你们知道吗？知道我们的卢前一弟兄他坐在哪里？他就是坐在这个后面最后面，靠近我们入口那边，他都坐轮椅。那是他坐在那边，每一个礼拜他只要没有去医院，他都坐在那里跟我们一起敬拜神。那他是参加第1场的。那在昨天呢，我们举行他的告别礼拜，大家都非常的不舍。那长久以来，弟兄姐妹，我们的明皇长老，还有其他的我们的长老同工、关怀部同工，都常常去看他，然后呢去安慰他、鼓励他。在这里常常也都跟他一起祷告。所以在他后面的生命真的是弟兄姐妹这样陪伴走过，让他心里面也非常的感动、感谢跟满足。所以呢，他们的家属，他有3个女儿，有静玲、静慧，还有静怡，还有静怡的丈夫嘛，是不是？他们家人呢，特别来到我们当中，他们要起立来向我们一鞠躬，跟弟兄姐妹，谢谢你们过去以来对他们家庭的爱护跟支持，一鞠躬。好，请坐。上帝也继续看顾他们的后代。卢前一弟兄呢，最希望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后代都能够在信仰上来追随神。
所以1月13号他们有一个家庭礼拜。那我们永光教会敬礼是重文小组，好，所以重文小组，那还有我们之外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来祝福这个家庭的话，也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一次的他们的家庭的礼拜，也就是卢前一弟兄过世之后，他们的家庭再一次的聚集，然后我们的牧师、教会弟兄姐妹到他们家里面来做祝福。所以这个时间是接下来礼拜3晚上的8点。好。继续为我们的淑梅姐，就是赵明长老的太太淑梅姐，还有我们的玉喜的母亲，来为他们祷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旁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 ？OK， 好，那我们此刻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彼此的来祝福。快乐的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一起来。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转个对象，耶稣爱你。说要微笑，可是都戴口罩，看不到哈。那牧师，请你的眼睛微笑可以吗？跟旁边人眼睛来对他微笑一下，哇，让他看到你真的是从心里面来祝福他，感谢主哈。好，那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愿上帝无比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你的家跟你的工作以及你所到之处，也愿圣灵的引导让你们经历他同在的喜乐跟平安，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赐福我们